多謝主席。各位與會人士，你哋好，我係公民黨嘅新界西地區發展主任葉耀榮。公民黨一向重視社會同環境嘅可持續發展。對於政府今次將斥資100億元資助車主，並建議訂立法定嘅退役期限，以淘汰歐盟4期以前嘅商用柴油車，公民黨對呢一類具經濟誘因同埋規限並施嘅政策方向呢係表示歡迎嘅。因為現時香港嘅商用柴油車所排放嘅可吸入懸浮粒子呢，係佔全港嘅車輛總排放量嘅90%，直接係威脅緊我哋市民嘅健康。而淘汰所有歐盟4期以前嘅商用柴油車，係有助改善路邊嘅空氣質素，減低可吸入懸浮粒子嘅數量，並且降低路邊空氣污染指數出現甚高或者嚴重水平嘅情況，從而減低市民患上心臟病或者呼吸系統疾病嘅機會，降低市民嘅健康風險。但係就住呢個方案呢，公民黨亦都有以下幾點嘅關注嘅。第一，根據現時嘅資助建議，車齡越高呢，獲得嘅資助亦都會越少。由污者自負嘅角度去睇嘅話，呢個方案呢或者會合乎原則。但係由環保同埋致力改善空氣質素嘅角度出發嘅話，車齡越高嘅柴油車所排放出嘅溫室氣體就會越多，對空氣質素嘅影響亦都越大。所以亦都有意見指，車齡較高嘅車主係應該獲得發放較高嘅資助金，以鼓勵佢哋盡快更換高排放嘅商用柴油車。但係咁樣做唔一定會合乎使用公帑應有嘅衡工量值嘅態度。作為被持續使用嘅生財工具，當一架商業柴油車已經使用咗10幾年嘅時間啦，車主可能已經累積足夠嘅資金去換車。而基於污者自負嘅原則，所有嘅車主呢都應該有責任喺一定時間內換車嘅。其次，公民黨認為政府呢係應該關顧基層職業司機呢一類弱勢社群嘅生計，研究對一啲單頭車主提供較高嘅資助，去鼓勵佢哋盡快去換車嘅。第三，對於有建議車齡10年以下嘅車輛呢，特惠補償金額應該由新車嘅應課稅總值嘅30%提高至40%甚至50%，達至鼓勵佢哋換車嘅目的。但公民黨呢就擔心呢個大幅度提供資助嘅做法係會造成短期嘅大量換車、劏車嘅情況，可能會出現抬價同埋換車配套嘅壓力。政府對此呢係應該予以慎重考慮。另外有意見呢係唔贊成停止為歐盟3期嘅車輛續牌嘅，只願接受自願性質嘅資助計劃。葉生係，多謝你。